出發去廣州啦！從南半球飛去廣州用咗8個半小時。網約車定位喺廣州塔西燈塔口，去103層嘅輝月軒飲茶。我哋已經訂咗枱，所以要去前台嗰度換取通行證。進入廣州塔需要過安檢，建議提前到達。乘坐電梯直達103層。餐廳位於世界上第2個最高嘅電視塔裏邊。103層午市雙人套餐，人民幣398。工作天仲包含廣州塔107同埋108層嘅觀光門票。睇下有乜嘢食。巨型落地玻璃窗外360度無敵景觀。提前預訂窗邊嘅位置，喺雲端之上品味粵菜，視覺味覺雙重享受。好味指數值得一試，但係由於慳返300蚊2個人嘅燈塔費用，性價比就爆燈啦！餐後我哋去隔離參觀 VIP 房。由於塔身係不規則嘅形狀，所以冇一片三角形嘅玻璃窗係相同嘅。乘搭專用電梯上107層，仲喺懸空走廊上邊拍照留念。再上一層108樓，遠眺廣州市區天際線同埋遠山。我哋用少少時間一齊參觀下廣州塔外嘅戶外活動。我就唔夠膽玩啦，你哋呢？
挑戰心臟極限。我哋一定唔得嚟。終於落返嚟地面啦！一部曾經被鋼琴王子朗朗彈奏過嘅藍色鋼琴，個個都爭住打卡留念。走之前去 counter 嗰度攞返我哋之前拍攝嘅照片。廣州塔嘅出口就係廣州塔南廣場嘅入口啦。經過購物街，當然係要買返啲手信返屋企啦。南廣場喺24年5月1日落成，一個巨型嘅下沉式商場，15個足球場嘅面積。近距離360度欣賞廣州小蠻腰，成為市民同埋遊客嘅新打卡點。傍晚時分，我哋嚟到太古倉碼頭，舊稱白蜆殼，一座具有100年歷史嘅貨運碼頭，如今被活化為一個綜合性區域，集文化、藝術展覽、休閒娛樂同埋旅遊於一身。街區充滿歐洲浪漫嘅風情，非常之適合打卡拍照。喺呢度，除咗可以欣賞日落光景，
仲可以品嚐到各式美食。逛咗一圈之後，我哋結果選中咗呢一間叫做 Moon 嘅日落江景泰國菜餐廳食晚餐。2樓戶外區域係欣賞日落嘅最佳地區，可惜亦都同時係吸煙區，所以我哋最後決定落返去樓下啦。繁忙讀餐牌時間，最後我哋選咗一個日落4人套餐，加咗蒜蓉烤生蠔、炸魚餅同埋一份酥炸豆腐，人均消費係130蚊人民幣。到最後嘅最後就變成咁樣啦，非常之好味道，值得專程過嚟食。8點半後呢度仲有現場樂隊獻唱，不過由於我哋實在太攰啦，所以決定返酒店休息啦。如果你想同為食貓繼續一齊去覓食嘅話，記得訂閱啦。
5個星期前，我哋分享過新嘅雪梨魚市場。好快，我又去第二間餐廳揾食啦。